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5月20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不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昨落大雨，南部的水库水量都有增加，不过靠花也未真正解决。后一波黄酸雨的风面会伫拜一暗头接近台湾。南投一台货柜车出车祸，甲标市的牌楼落甲落来缀着车头，驾驶送病院急救，但是副驾驶无喘气甲心跳。高中教育会考到明仔，但是伫台南考区收到恐吓批了后，昨北教育部长的批收也有收到。新闻头起先关心水情，台南高雄的水情灯号也是减量供水的干嘛色。台南市拜五落大雨，和展文、南华等等水库水量都有增加。不过水利署南水局是表示，靠花也是无真正解决。另外，气象局表示，黄酸雨的第4波方面会伫拜一的暗头就会开始接近台湾。咱们水库工作人员伫地面烧盐剂，同时也派出无人机，拜六早起赶紧进行人工清护作业。今天前一天下到水库集水区有明显落雨，咱们乌山头、南华顶水库都有入水，不过也无法度真正互水库解决。虽然未能解除南部的旱象，但水质已比较为乐观。基本上，我们目前还是到6月底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呼吁社会大众必须节约用水。有落雨，也毋过水也是无够用。婚礼的流产，当咧抽水需要大量用水，也毋过全国水量无够淹产。有农民讲，这会当抽地下水来应用。为着让所有农民拢有水通啊用，农委会农水署表示，用停时供时分开轮管方式。抽3工2工的。哦，无泵的。无泵哦，这抽啊足细碎的。气象局表示，拜六全台由于受风面影响，到礼拜2天气好起来，全台侪分到好天，会转做高温湿热的天气。那后礼拜1、22暗到23透早，唔好规第4波移动性方面豆豆挖近，会阁为各地带来落雨。通过时间比较快，不过看到整个西半部的降雨，累积起来预报上还是蛮明显的特别是在中部以北这边，那可能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局部的大雨出现。另外，顶日伫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局表示，下到2点已经形成今年第2号风台马娃，因为离台湾也真远，清台纪律犹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今仔日发生一桩货柜车的车祸意外，有一台货柜车伫中道的时阵，可能因为无注意到管道，甲当地庙市的阿摩陀牌楼是弄倒，牌楼是规个落来缀着车头。加在驾驶的意识是清醒，互人送到病院急救，但是副驾驶的方面是无喘气甲心跳。目前警方也搁咧调查车祸的原因。救护车赶到现场，甲货柜车顶面的司机也有坐伫边的人救出来，赶紧送医急救。坐伫边这个人互救出来时已经无气啊，不过姓杨的司机人也真清醒，不过爱带医观察。身体当然有其他处的一些差错伤，对，那但是主要部分还是骨折，需要住院观察。货柜车司机坐这边，顶面有庙式的牌楼，甲地甲就要变去啊。代志发生伫20早起11点左右，这台货柜车经过南投市的南营路，也不过车经过一座庙式的牌楼时，敢若无注意到这个管道，10外栋这重的牌楼，互这个车弄倒，甲货柜车的车头地甲变做废铁共款。又多雇了一部卡车来把这一部货车往后拉，把这个货车驾驶舱脱离热区。庄仔内另外一条道路，也有另外一座的牌楼，甲倒去的牌楼是相关的管道。庙市方面讲，这2座牌楼已经有20-30年啊，也是当地信仰中心的代表。也个牌楼当初设计的管道无悬，加上这南营路无大条真歪，真少有大型的车对这经过。应该我们都有4.64到4.7的一个高度这已经好几十年了，应该不可能是我们排了的问题。当地民众推测货柜车敢若路况无熟，司机也误判这个管道，所以讲才会造成车头架啊。不过后壁较悬的这个货柜甲牌楼弄倒去，而确实事发的原因，也系警方后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做总统满7周年，今仔日是发表演说，讲7年以来的成绩，重点也放伫咧和平。伊强调和平是两岸之间唯一的选项。不过，伊也针对欠粮事件回实咧。另外，媒体也关注
蔡英文认为副总统赖清德甲有做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材料。蔡英文是提出5项必要的元素，伊认为赖清德是有相当程度的条件。关于破坏台湾的未来，有2件事情，我认为是重中之重。第一是维持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第二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总统蔡英文就职满7周年，任内最后一摆伫5日空发表演说，讲到7年来正直感谢民众甲执政团队，互世界重新看到台湾。虽然剩1年任期，但过伊袂放松，强调台海议题关系全球，战争毋是选项，和平也毋是降低身份公仆。和平是两岸间的唯一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事。除了两岸外交，蔡英文也对前13项欠能问题表达失礼，强调将会激励教训。那任内各邦计也是难题，甲社体现跟进度落后，拢会继续拍拼。我在这里我也特别讲，社会住宅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累积。当社会住宅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房价会产生一定的抑制的效果。媒体也关注副总统赖清德敢是具备后一任国家领导人的特质。蔡英文提出5项必要体任甲能力，肯定赖清德具备相当程度的条件。赖清德也伫下昼反驳侯友宜批评以力破台湾的讲法。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国民党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接受了9·2共识，分裂台湾的是中国，不是台湾的任何一个人。替中国在台湾找代罪羔羊，才是错的。赖清德也批评民主自由毋是国民党的 DNA。另外，外校2个人拢提出当选了后要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赖清德也考试2个人无国会经验，所以上哪个总统拢愿意到立法院报告。也毋过因为在野党要求总统闭唇，违背宪政体制才无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迎接明年的大选，再时召开大会，哪样的县市首长拢有出面，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侯友宜是当场承诺讲，若当选会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伊讲，民进党无好好做代志，就互伊来做。民进党的主席郭文哲也要选总统，伊话讲要互台湾带来改变。侯友宜当选，侯友宜当选。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首长甲立委参选人全部到位，全力支持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国民党伫蔡政府执政满7周年，5月27日举办总统立委誓词大会，讲要甲民进党右落台，政党轮替。侯友宜批评民进党乌金贪污，也讲当选会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对人民负责。到解决市民经济问题，都是无嘛，就是你无好好做代志。你若无好好做代志，我侯友宜来好好做代志。侯友宜同志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是最有领导力、最有执行力，上爱台湾，会当拼性命，保护咱的中华民国的上好的总统，来讲对唔对？对。朱立伦讲，行对的路，提名对的人，算民进党的好日子结束啊。不过，争取定调失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无来，到日本去行行透透的。支持郭台铭的立委陈菊珍也无出现。国民党秘书长吴建廷讲无批评郭台铭，不过已经互国民党团结气氛受到疑问。解开绳结。民进党主席郭文哲确定要参选总统的大位，同一天举行宣誓记者会。郭文哲讲，台湾无应该再互国民党甲民进党来决定，对两岸紧张的局势会不时来解决，会为台湾拼一败。你去指责年轻人哦，变什么草莓族、躺平族哦，或是啃老族？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没有给年轻人一个有希望的机会？这才是我们今天要站出来的原因呢。既然我们宣布说向天下征才嘛，哈。那当然，黄珊珊也是天下人才当中的一个嘛。讲到郭台铭对国民党出局，郭文哲讲已经提前要清楚比赛规则。郭文哲讲，当选组成联合政府，召开国事会议，邀请政党领导人有共识来团结对外。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 （WHO） 明仔载会伫瑞士的日内瓦开议，但是台湾是小连续7年无参加。卫福部长试水员是会亲身率领世卫行动团。除了到场抗议以外，也会甲其他的国家对谈，争取支持。今仔日有侪学生、侨民、医生团体伫咧日内瓦游行，要求予台湾参加 WHO， 甲加入 WHO。
学生团体大声唱歌，以游行方式为台湾来发声。台湾争取参加 WHO 世界卫生大会，如果无收到邀请批，连续7年缺席。来自世界各地侨胞甲学生来到立法院，那游行也伫街路演讲，表达诉求。They still does not dare to say the word Taiwan. We must ask the UN and the WHO, how can the UN truly address the Taiwan issue if they can't even say the word Taiwan? 游行现场有电音三太子的表演，充满真高的台湾味。医生团体也到现场鼓噪台湾的防疫成就，受到国际肯定，吸收 WHO 世界卫生组织排毒赛瓜。我们一年一年我们不放弃，我们还是回到这里。我们这个火焰，我们台湾的这个心，我们还是在这里面，这样大家说，这样对不对？对。I love it, Taiwan. Taiwan, working together. 科索沃驻联合国大使用行动支持台湾，现场有香港人发讲香港支持台湾。台湾基金党表示，台湾爱先参加 WHO， 这个争取加入 WHO。And Hong Kong stands with Taiwan and Ukraine, and we support Taiwan to join the WHO. 身为民主阵营，特别是台湾，在这个第一线，我们要怎么样抵御这样子的中国病毒、这样子的专制病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大办讲，查 WHO 十大问题注定失败，中国唔来协助台湾，也首先邀请专家到武汉来考察，和卫福部严正来反击。没有需要这样的照顾，也没有被照顾到，我想这件事情是，我想我们还是积极争取参与 WHO。由卫福部长苏瑞元亲身带队的世卫行动团到立法院了后，会甲侨团进行参会，也举行双边、多边的国家的对谈，争取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国中教育会考就伫今仔日加明仔，全国是有超过19万的考生。因为疫情解封，即摆考生会使自由选择敢要挂喙安，而且家长也通陪同考试。因若伫18台南考区收到恐吓批了后，昨教育部长的批箱也有收到。教育部表示会请警方加强巡逻。早起7点外，北市各路大雨，未少考生甲家长野雨山到师大附中考场，因应疫情解禁，家长毋免搁伫门口等，会当入去内底备课。他有提出，所以我才来。对对对。那小朋友怎么跟你说？小朋友说：“我需要你在这边，稳定军心。”备课稳定囡仔心情，毋过新冠疫情反考，未少家长讲，最近特别注意囡仔的健康管理。我们在家里还是建议小朋友在学校能够戴口罩，在考场也可以戴口罩。这2天考试你都会戴着口罩吗？会的，因为我怕会确诊，因为确诊的话会影响到考试。毋过教育部统计，会考头一天考试科目，全国有484位考生因为确诊也是有相关症状，到第2类备用市场考试。考生他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在里面应试，而且他中间休息跟用餐也都必须要在第2预备市场里面。校国警员伫考场出入口架设摄影机，各有固定徛哨。但是考区因为市府十八接到恐吓批，讲会随机攻击某一个会考考场，这个研判应该是创治的。不过各考场有望加强维安。线上的警网也会针对考场周边区域加强安全巡守。教育部长潘文忠也证实，部长信箱第19甲台南等地方同款受到恐吓批。有研判，这应该是一系列应该是相同的，来自于境外的这样子的一个通案，然后当然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哦，只是在过程当中还是紧密的跟警政单位来做配合哈。潘文忠强调，第一时间向警政单位报案和联系，请警方甲企务单位加强巡逻，注意校外人士动态，确保考生甲家长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所在拢有收到恐吓批，伫新北市中和的国立台湾图书馆，今仔日是第2摆收到恐吓，讲有放炸弹，暗头也是紧急闭馆。警方也封锁现场检查，目前无发现相关的物品。因若伫新竹的六福村，今仔日早时也收到恐吓批，讲园区有放5个炸弹，伫咧下晡1点的时阵会爆炸。六福村今仔日也暂停营业。最近未少观光景点受到恐吓炸弹批，伫高雄寿山动物园、台中科博馆了后，六福村第20早起，官方网站也收到恐吓批。一个署名老文文的查甫人讲，家己伫六福村内底已经安装5粒炸弹，要伫下晡1点会爆炸。六福村赶紧来疏散游客离开园区，早一点正式公告休园1天。
就是刚刚进去不久，对，就是在玩的时候，对。特别事情要DN检查，所以就所有人都要走这样。就改地方。改地方，那是会改去哪里？就是可能附近吧，下面口。因为有优惠的活动，绿福村早起人客袂少，园方讲会提供每一个游客2张园区的票来真侪补偿。警察也对园区内底进行初步清查，包含每一个粪扫桶拢有去敲，也阁无发现可疑的物件。现场警察人员又按继续伫清查，并且加强来巡逻各周围。那经过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大队科侦组调阅 IP 资料后，查证是来自美国的境外 IP 发出。这个部分，我们将请刑事警察局国际科来协助追查来源。即摆恐吓批来自美国 IP， 是毋是进行恐吓台北捷运、桃机捷运的科技嫌犯？中国籍学生张海川也调查。警方已经经由2番打击犯罪协议的机制，刘宇辉邀请中国方面来协助查缉，不过到即阵拢无得到回复。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地人国小的网球队今年全国中小学2式网球锦标赛是全国的冠军。8月份，佫要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国际比赛，不过因有一寡球员是来自弱势家庭，所费对因来讲是真大的负担。因望社会会使斗相共，或者囡仔通出国为台湾争取好成绩。日头赤爷爷，学生大力汗、细力汗，不过一点也袂化艰苦。新竹县德林国小网球队今年8月要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国际比赛，不过却传出有队员厝内经济困难，恐惊无法度负担。一天这样下来，大概花2个小时。会不会很辛苦？还好，就是习惯了。当国手，然后可以去更远的国家比赛。他们其实很多就是可能1年级、2年级就已经加入球队了，然后现在到5年级，他们就是目标就是想说有没有哪一天他可以代表台湾哦，打完冠军之后前往日本比赛。所以呢，他们目标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好讲归队要去日本比赛，要差不多100万的经费，即马阁欠我80万。希望外界会当来斗相共。是因为有些小朋友家境比较需要支援，所以我们需要社会大众以及各企业伸出你们的热情的双手来鼓励他们。预估是经费需要100万，那因为软网协会有补助。大概15万左右，所以我们目前还需要80万左右。有袂少队员拢是对细汉就开始练习，真无简单才拼出头。大家拢望讲赶紧总入理费，通出国比赛，为台湾拼出好成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民间团体伫中正纪念堂是举办当代民主艺术展。透过当代历史的事件，互大众了解中国甲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发展民主的过程有啥物无同。早起，民间团体也呼吁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应该针对历史事件表态。条仔顶悬有济痛苦的人，这是为着纪念历史事件的雕塑品、耻辱条复制品。现主是就伫中正纪念堂展出。其实上面有一些黑漆的部分，它是其实去年在我们展出的过程中有被破坏的情况，那我们也希望它就是完整的展现，就是因为这其实也是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的一种方法。因为其实大家都应该要知道当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民主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伫历史纪念日之前，民间团体举办当代民主艺术展，让大众了解中国甲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主发展的差异。部分展览嘛以互动的方式，让囡仔用趣味的方式来理解民主。一般来说不会就是把这么就是血腥的东西直接放在这边，可能是看纪录片或者是报道而已吧。像那个什么柏林围墙倒塌，我觉得也是蛮难得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啦。中国这边它是偏比较暗色系，那世界这边我们是比较偏亮色系的。1989年的世界正在往光明的方向走去，但是中国它却往黑暗的方向走。这个展览甲民主的概念参生活结合，要让大众知影民主、历史甲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也有民间团体呼吁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要针对历史事件表态。记者讲曾俊佑台北报道。
报道歌王本系规世人为台湾的音乐打拼，去年4月份伊伫困眠当中过身。伊的一生会当讲就是一本台语歌的发展史。现主时，台南市政府甲文化部伫本溪的故乡麻豆成立本溪故事馆，伫咧今仔日开幕。本溪的牵手文香也有出席开幕典礼。时赛旋律一响起，予人不加怀念。有嘉宾有的音乐人重现报道歌王的经典作品，不名王水河的文夏伫咧台南麻豆出世。去年4月伫咧困梦中过身，享受94岁。文夏一生贡献予台湾的音乐界。为了要纪念伊伫咧台语音乐的成就，市府摕到文化部的补助经费2000万来设立文夏故事馆。文化部长嘛借这个机会推广本土语言。除了我们台语歌曲的继续再创再发展之外，其实咱即马嘛面对一个咱台语文爱保存是关键的时刻所以我相信，咱除了听讲创作以外，咱上起码安尼互台语主流化了。文夏一生制作1200题台语歌曲，是台语流行歌曲的重要推手。伊伫在世时上挂念的就是故事馆的成立。伫咧伊的情人甲各界拍拼之下，选择咧今仔日文夏生日，和大家来见面。文夏故事馆内有7大主题，记录文夏老师精彩一生，像讲文夏歌册、相簿，佮打造文夏房间。另外嘛，将文夏经典作品去盘展示出来，完成文夏老师最后的这个遗愿，也是他的心愿。逐工啦，开始做工，生日的全拢行放拢放文夏的歌。文夏伫歌坛、影坛拢有真好的成绩。伫咧麻豆总衙艺文中心来成立文夏故事馆，运用影音技术，互歌迷有顶尖式的体验。虽然讲文夏已经离开咱啦，不过伊对音乐的坚持甲热情，拢留伫咧大家心中。大家嘛永远会记这报道歌王对台湾乐坛的付出。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3度到33度，东部地区22度到30度。大岛地区20度到30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稍等来，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